条路也是阮安定区民最大所期待的，因为自这条变道跨过这个国道8吼，影响游览车要左转或上桥，所以这条这个给规划，就互着阮乡民出入甲南区的就我交通会当顺利安尼，无早起南区要上班，而且塞车塞到要先经这个交队啊，所以这交通的品质哦，有做这个高速公路的跨小轨哦，感觉交通安全的真较顺利安尼。确实，台湾唯一一个有红绿灯的国道就在我们台南。这个红绿灯其实过去如果在车不多的时候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，但是车行的速度会影响以外，还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让我们很担心。那现在我们看到南科蓬勃的发展，我们安定，还有这个安南，还有善化的这一线，其实现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就急着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几年其实交通部会很努力来建设我们的台南的交通，因为未来我们的科技业的发展，台南就是南台湾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刚刚所提到的4横3纵，最中央的这个中间枢纽点就是国道8号。国道8号，如果我们可以让它通畅的话，速度可以行车效率更高的话，对于我们整体4横3纵未来整体的交通运输的效率也会有很显著的帮助。我们配合国道8号南133线的立体化工程，我们必须要配合133线的一个到港口相关道路的一个拓宽。道路我们会拓宽从10米拓宽到20米，然后它的长度是300公尺，然后总经费大概是7700万。最主要是因为高速公路立体化的时候，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时候，转弯的时候要把这条道路做拓宽之后，车流才不会拥塞到相关的一个瓶颈，然后能够顺畅能够直接转往南134线的一个进入南科科学园区。掌握施政3分钟，台南进步向前冲。开辟的时候跟南133线的时候有一个交叉口，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个混乱哈。那非常感谢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补助地方总共花了35亿的经费来把这个国道8的这个高架化能够通过那个交流道，能够让国道8的交通更顺畅，让南133线的交通也更顺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扰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碧纯，欢迎收看11月1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议员郭清华透过市政总一顺表示，土城人长期以来为了本社长委屈求全，所以趁着这届焚化炉更新的机会，建议伫新炉启用以后，将原本堆伫的本社处理好势，就要将旧的焚化炉甲废除。台南市啦，阮安南区啦，无对不起民进党的，嘛无对不起市长议员郭清华市政总一顺，首先伊着2018甲2022年，黄市长伫安南区的得票率，认为安南区人是支持黄伟哲。毋过伫大江国家公园中央画大饼以后，议员却认为地方坑的拢是本社，尤其城西焚化炉甲更新案。议员认为，伫更新炉的启用以后，8档后一定要将旧炉来废除。议员会定8档，是以目前暂伫的本社量的计划来计算。毋过，环保局长却认为，旧炉的效率较无好，甚至要有弹性。这支旧炉废掉的时阵啦，加40几公顷。的本社用地的时阵，演卖场用地时，人工甲做绿化。行阮地方啦，一个公道啦，我甲算算的啦，地方2支炉啊，这是足无奈的选择啦，唔免逐当废水啦，去影响到海域啦，影响到这做阮的人。每当啦，2遍至3遍的火灾啦，互地方碰碰用水行车拍袂花，这唔是长久的办法，所以。地方人员8档较忍耐，互恁来做这个工作。我的评估是走15至20啦。
一年会当烧15至20万吨，所以迄个时间可能会8年至10年，无确定讲一定是8年啦。虽然焚化炉甲伫更新案伫咧地方建设花费将近40亿，毋过郭清华议员认为，土城人长期为了本色来委屈求全，并毋是为了回馈金。议员嘛以台北河滨公园为例，建议市府只要开淡薄仔费用，嘛用伫安南区的高滩地增设休闲的游憩设施，提供市民甲伫亲子一个休闲共乐的好所在。台南新闻林英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因为《火神的眼泪》这部专门描写消防人员救灾辛苦的影片，让议员陈宏宇真感动。因为目前咱市的消防人员编制不足，工作又阁辛苦，所以议员特别伫个议会市政总集选，为消防人员来争取福利。我知道那个地方早晚会出事。因为《火神的眼泪》这支描写消防职人救灾的影片，感动了未少的观众。议员陈芳宇上午嘛透过议会市政总集选，特别关心消防人员的权益。尤其伫个亲二小二以后，伫家乡复勤日的休困时间顶面，嘛做过民调。议员建议应该增加复勤日休困的时间。经过问卷之后，回复给我们就是希望勤2休2加休3天，服勤日休息时间3小时。那还有 A 跟 C 是比较多的。那我们现在未来决定是哪一个方案？这样啊，就是2个 A 跟 C， 那我们会开放给他们投票出来。这个，因为那个分队有共识嘛，那我们就采行这个 A 的啊，如果 C 的那个分队就给他采行 C 的，这样子，我们比较弹性。我想弹性的勤务，充分的休息，守护才有力。第一个面向出车勤休勤制度不会是花花班。第二个部分正式3小时，消防局改回法定的2个小时，这个也可以做考虑的哈。另外，南关线出身的议员陈芳宇，嘛为该区的农民来请命，因为大型的农机车要开上路，一定要有摆照，因为依照警察局的道路交通条例，如果无照来上路，发生事故。农机车会被没收并且销毁，不过交通局进前却有无同的判例。交通局认为，因为大型的农机车只要有合格审议相关证明，就会用来申请领牌。因此，议员嘛要求相关局处应该会诊，并且加强来宣导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南部地区将有局部大雨甲豪雨发生的机会。议员新加风透过总集选，希望市府伫顶一届丹纳斯洪灾受害也未复原的所在，一定要加强洪灾准备。风台来时，虽然强度有淡薄减弱，不过议员新加风认为，不管是对南部对一个县市来定略，台南拢要做好风台的准备，尤其伫个顶届风台还未修缮好的所在，一定要来加强准备。因此，上午透过市政总集选，甲着市府各相关局处来探讨。造成的设施设备，我们都有争取到相关的经费，都在进行当中啊。当然，伫咱的后壁。青鸟大牌的部分啦，吼，咱嘛有经费咧处理，但是伫台风来的时阵，伊还未改善好，这个部分你有啥物方式应应？有啊，即马就是迄个青鸟，即马已经当咧加固嘛，吼，这个即马已经正在施工中了，是，到明年就应该完成。我讲施工中，你敢有用啥物其他方式来？未好的时阵，你有用可能沙包去动，还是用啥物物件去处理？有用太空包啦，吼，太空包去处理，甲伊冻水啦，吼。是。这个部分还可特别关心一下。来，市长有话要说。那个跟议员报告这个部分，当然我们会加强啦，不能想说台风一定来不来啊？对，我们都要做好准备。那可能台风没来，跟你也有点关系。是因为有风啊。对，我希望他不要来。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，风台虽然强度有持续来减弱，而且开始往东北来转向，接近台湾的西南近海，对着近海以及陆上的威胁，也是未用的来轻忽。台南新闻林彦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
风风洪台将伫南部定律，市府环保局提前启动全面的风台整备，针对容易淹水的所在，先将水沟清理疏通，加强巡查地下道甲排水系统，要伫风雨来临进前降低积水的风险。台南市环保局自顶礼拜便要求各区清洁队针对地下道、道路切沟、排水坑以及容易塌掉地段，展开巡检以及清理，动员超过233人次，以及90来辆清沟车等各式机具投入防汛整备。早起目前已经清除3.1公吨污泥、落叶以及杂物，确保排水系统畅通。因应凤凰台风来袭，环保局提前进行防台准备，针对易积淹地区的侧沟进行清疏，并加强地下道及排水系统巡检，清除淤泥、垃圾及落叶，以避免排水系统阻塞造成积淹水。环保局提醒，市民朋友应主动清除居家周边的杂物及垃圾，避免堵塞排水口，并且勿将烟蒂及垃圾丢入排水沟，避免造成积淹水的风险。环保局嘛提醒，市民朋友应该主动清理徛街周边的落叶甲杂物，避免塌掉排水坑，莫将粪扫或者是粪头等废弃物等入去水沟，并呼吁风台期间要减少外出。若是发现切沟塌掉的、树木倒落或者是积水的情形，会当拨卡1999市民服务专线同步处理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旅游景点、私房秘境拢底家，特色美食乐利哉，生活时事抢先报，中嘉新闻周报，深耕在地，放眼全国，掌握最新地方资讯。每周六下午1点，就在高雄都会台。近前的丹纳斯洪灾造成台南严重的灾情，为了重新恢复沙巴鱼王国的招牌，市府农业局将要举办台南沙巴鱼产业文化活动，规划市集展售、食鱼教育、手作体验等等，要来提升台南沙巴鱼的品牌价值。台南是全国沙巴鱼重点，为养殖、加工到餐饮通路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，发展出独特的食鱼文化。为持续导入丰沛行销量能，市府农业局办理2025台南沙巴鱼产业文化活动，推广相关农渔产以及文化，吸引人潮并刺激买气，进而带动整体农业发展，提升台南沙巴鱼的品牌价值。虱目鱼在台南不仅是一个食物，而且它代表一种海边的养殖文化。那大家知道，虱目鱼可以说是最平价的、CP 值最高的、最棒、营养价值最好、也最美味的鱼种。那很多高价鱼啦，什么1斤1两要几重，大家去餐厅就可以知道。但是虱目鱼是最棒的。那但是呢，因为以前的除刺的技术，就是虱目鱼比较多刺，很多以前大家比较不会吃那个有刺很多的，现在都已经经过很多的这个改良，都已经变成无刺虱目鱼，所以说刺都被挑掉了。所以说欢迎大家，就怕刺的朋友一定要吃虱目鱼，不怕刺的朋友更要吃虱目鱼。那虱目鱼营养价值高，又口味又好，那所以说不管是它的这个虱目鱼皮啊、虱目鱼肉啦、虱目鱼肚啦，甚至于虱目鱼的这个虱目鱼肠，这些都是有非常多的爱好者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。加周边的产品，像不管鱼松啦，或是鱼露啦，大家知道鱼露可以提味那虱目鱼露就特别的棒。然后还加上这个虱目鱼的水饺都来了，罐头也来了，甚至于鱼丸更多那所以说欢迎大家来试试看台南的虱目鱼，保证棒。2025台南沙巴鱼产业文化活动，11月16號在北門區南昆生大天府辦理沙巴魚主題活動。11月16號到12月15號，甲大塘中酒店、老爺行旅、大園皇冠酒店、市榮軒大飯店、維悅酒店合作推出沙巴魚日菜。11月29號在嘉義農市辦理2025台南農漁私募情活動。11月30在安南區四草大眾廟辦理沙巴魚主題活動，市府歡迎各類大眾踴躍參與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以炭烤海產出名的店家，招牌菜色含鵪鶉、含龍蝦，因為品質好，加上炭烤風味獨特，成為人客一定愛點的菜色之一。
头家现主席佮特别引进台湾勇士的大闸蟹，要让消费者好食佮安心。过去人说秋蟹肥美是吃蟹最好的季节，但近年来因为气候越来越热，螃蟹爆软爆黄的时间延后，现在反而是入冬后更适合尝鲜。府城烧烤家老板蔡玉玲不藏私，分享如何选出好吃的肥蟹。好吃其实要摸它这一块煎起来，它如果是硬壳的，这里如果是硬壳的话，这里就很好吃。硬壳的这边，那如果你是软的话，它的肉质就是稍微要，而且怕那个肉质就没有很好，所以你找螃蟹你一定要找这种硬壳的。螃蟹、龙虾经过火烤后，将海洋鲜味再次浓缩提升，同时还带有淡淡炭香，成为饕客来店必点。秋天是吃螃蟹的季节，然后而且这个吃螃蟹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讲究一个鲜。我喜欢它的那个鲜味，它的味道比较重，口感比较重，绵密，然后蟹膏又多，相当的美味啊。大闸蟹比较绵密，但是它有台湾的螃蟹有它自己本身它的鲜甜的味在。对，我觉得两个比较起来其实都很好吃。不止红鲟跟龙虾。蔡玉玲这次特别引进实施绿色生态养殖，生长在好山好水的苗栗安吃蟹，让消费者品尝台湾在地养殖、健康美味有保障的大闸蟹。因为它都是绿色生态养殖的，所以它没有抗生素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，而且很多都是从大陆进口，但是这几年，尤其是今年，大陆的一些药检都没有过，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那个大闸蟹，其实我们要好好的推广。蔡玉玲表示，今年因为大陆大闸蟹药检没过，台湾没进，所以特别引进苗栗优质的安吃蟹。满足每位饕客挑剔的嘴，想尝鲜的朋友记得要先提前2个礼拜预约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高雄有4成的家庭是有车却无停车位，是全国比例上介悬的。因为市中心的停车位真侪拢要几啊百万，所以袂少人选择把车停入去地下骹或者是路边，嘛因此常常被违停拖掉。虽然有人讲应该要有车位才会当买车，不过嘛有人认为大众运输完善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。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统计，高雄有4成的家庭都是有车无位，而且还是6都之冠。大多人家里不是把车停进骑楼，就是路边找个免费空位直接塞进去。不过也常会发生违规停车被拖掉的状况。本来就有一辆停外面，然后后来红线越画越多，又一直被拖掉，就是我的，然后后来就干脆卖掉这样子给别人。就是路边停啊，如果停在骑楼啊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买房子的话，车位不可能买太多嘛，而且现在车位也蛮贵的。就是像外面这种月租的，或是有可能也是这种每天要找路边停车的，也都有了。今年高雄的房价节节攀升，就连车位的价格也是突破新高。大王区的车位都至少要200万起跳，如果是热门的停车位置，可能还会喊到300多万。一个空位都可以再多买几辆车。即使有新的建案，但也未必是每户都有配给车位，更让高雄的车位是供不应求。因为车位它会有分法定车位、自行增设车位跟奖励车位，所以其实以大楼来讲，是会有一些大楼，它可能在总户数上面跟规划的车位户数上面，其实有时候是会产生可能，供给量跟需求不够的，所以这个也是在目前高雄为止，其实车位的价格持续一直都有在上升。那例如像美术馆那边，它新成屋的车位大概就是介于250到350之间。现在房价又贵，然后收入也不是很高的情况下，你要多买车位，负担就增加很多了。对，因为毕竟现在就是你就算要卖房，有没有车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附加条件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多少都会把价钱一起抬上去。不足又逐渐高昂的车位，造就了路边停车为患或是骑楼占据。虽然社会上常有呼声，应该比照国际限制，要有车位才能够买车来遏止问题，但也有民众认为，如果高雄的大众运输能够更加完善，才是解决有车无位困境的根本办法。买房子的时候可能是还没有车子，或者是家庭的成员还没有那么多，可是过一阵子可能就变多了，又增加了那个车子。大众运输系统如果方便的话，应该很多人都不想开车了。
在高雄有没有车位，已经不单只是停车问题，而是影响居住品质的关键抉择。有人选择卖车，也有人宁愿多花几百万买下空位，而更多人则期待公共运输能够更加便利，让有车无位不再成为市民生活的痛点。记者庄君高雄报道。感谢你收看11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陈碧纯，咱再会。汽机车行经路口，请放慢车速，注意周围人车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，避免转弯死角，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。小心，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，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专心快步通过，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，在安全处所等待，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。车辆慢暂停，行人安全行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？我想当建筑师，盖很厉害的房子。我要当少年股神，投资赚很多钱。啊！少年股神？真的啦！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，稳赚不赔。这么夸张？一定是诈骗！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，不要加入陌生群组，不要随便相信名牌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，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。那会有什么改变吗？改变可大了呢！从112年1月1日起，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。而且男性、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，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、租房子、到银行开户。不过，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，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。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，迈向成年的第一步。汽机车行经路口，请放慢车速，注意周围人车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，避免转弯死角，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。小心，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，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专心快步通过，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，在安全处所等待，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。车辆慢暂停，行人安全行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？我想当建筑师，盖很厉害的房子。我要当少年股神，投资赚很多钱。啊！少年股神？真的啦！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，稳赚不赔。这么夸张？一定是诈骗！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，不要加入陌生群组，不要随便相信名牌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。汽机车行经路口，请放慢车速，注意周围人车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，避免转弯死角，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。小心，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，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专心快步通过，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，在安全处所等待，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。车辆慢暂停，行人安全行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
汽机车行经路口，请放慢车速，注意周围人车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，避免转弯死角，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。小心，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，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专心快步通过，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，在安全处所等待，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。车辆慢暂停，行人安全行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？我想当建筑师，盖很厉害的房子。我要当少年股神，投资赚很多钱。啊？少年股神？真的啦！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，稳赚不赔。这么夸张？一定是诈骗！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，不要加入陌生群组，不要随便相信名牌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，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。那会有什么改变吗？改变可大了呢！从112年1月1日起，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。而且男性、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，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、租房子、到银行开户。不过，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，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。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，迈向成年的第一步。汽机车行经路口，请放慢车速，注意周围人车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，避免转弯死角，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。小心，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，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专心快步通过，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，在安全处所等待，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。车辆慢暂停，行人安全行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？我想当建筑师，盖很厉害的房子。我要当少年股神，投资赚很多钱。啊？少年股神？真的啦！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，稳赚不赔。这么夸张？一定是诈骗！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，不要加入陌生群组，不要随便相信名牌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。汽机车行经路口，请放慢车速，注意周围人车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，避免转弯死角，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。小心，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，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专心快步通过，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，在安全处所等待，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。车辆慢暂停，行人安全行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汽机车行经路口，请放慢车速，注意周围人车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，避免转弯死角，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。小心，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，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专心快步通过，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，在安全处所等待，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。车辆慢暂停，行人安全行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？我想当建筑师，盖很厉害的房子。我要当少年股神，投资赚很多钱。啊？少年股神？真的啦！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，稳赚不赔。这么夸张？一定是诈骗！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，不要加入陌生群组，不要随便相信名牌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，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。那会有什么改变吗？
改变可大了呢。